而家我哋行緊去灣仔 From Smith， 大行8至10分鐘，經過太原街，一直行過去，之後轉去春園街。好，差唔多到啦。到咗啦。但係下午時段已經截單啦，下次再食咯。今日再接再厲，直接行入春園街，轉右就望到 From Smith。今日早少少，12點50分去排隊，但係等咗25分鐘就可以入到去。哇！睇相真係好正。我哋叫咗泰式奶茶同埋龍眼冰、和牛船麵，好好味啊！仲有炸雲吞同埋串燒豬肉丸，同泰國一樣味道，服務仲好好添。